救灾工作咧當到嘅進行當中，行政人員表示，呢所有嘅救災經費加起來做得用嘅差唔多係有400億。我根據了解，日本羅克風災災後重建預算可能會過大1000到1200億，所以政府嘅預算顯明係唔大。兩種研究傳出，馬政府企設國際救援，引起外界批評。我針對安我建議，馬政府過去把存錢填充冇企設國外嘅戰處。布拉克風災影響南台灣，就算底下搜救嘅工作天天都在進行，就算新冠不救起來，面對福下人還係冇簽到，災民艱苦到不行。本來我們是今年是預計是有10億的產值了。本來大豐收啦，大豐收，感覺全部都完了，剩下的。但將全力搶救受困民眾，禮拜風災造成農業損失凍產，從農業為主嘅台南人禮拜嘅損失嚴重，禮拜都到落水是淹水，本農民因為澳門總統政府到底提出嚟乜嘅？風災特登做水災，特登來講辦這種辦假呀。誰可以告訴我們應該住在哪裡？哪一個地方到底可以住人？山上會土石流，山下會淹水。我轉來以後，就一定趕緊來處理。過一擺甲各位歹勢哦，我9號就要來，但是因為這海時哦，大家攏伫救災。我們一定來照顧啊，請放心。當年災民嘅訴求，行政長劉兆軒今日嗰日擺下南高雄抗戰，面對外界批評，馬政府處理白白水災填滿嘞，馬總統老劉冉章、劉愛英今日嗰日擺入行同證明。我們家裡什麼都沒有了，我從大陸過來的，到現在什麼一無所有。而災民窮下捱下去，行政長劉兆軒承諾政府提出嘅加壓腳步處理災後事情。韓國咧下外界傳出美國、韓國、日本有疑似提出推翻，不過我方就唔接受。行政長劉兆軒嗰日擺親切，且對冇唔接受國外嘅支持。我們是非常的感激，我們不會說是拒絕，沒有這樣子的道理啊。那麼現在有一些政府已經提出具體的給我們一些這個援助，不管是資金或者是這個藥品啊物資。風災過嚟第5日，南部嘅災情當嚴重，係跳擺56個嘅。就算馬政府經強調講冇唔接受國際嘅填收，冇國際嘅救難區，哪隻世界正做咧進入災區填收，馬政府冇俾咗明確嘅答案。係咪認為咁樣錯過搶救嘅風險期，災民當急，佢哋希望講佢哋嘅信心，政府真繼續談落去。下個新聞7分之田淑靜綜合報道。